电脑软体注音与作者注音比较。1. 冠道白好见证文稿为例1。冠道白好见证 1.1。冠道助我走出有价值的人生2点助我增加智慧扩宽心量与擦亮心眼3点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吃素4点助我心性增加光明而能度过头晕又成解1落千丈的身心痛苦时期台南一中时期5点助我有勇气3加意义深远的修办道行列学了早晚现香及办道礼节6点助我能遇到修道的好友而能助师是佛堂隔壁房间及1起修办道与成长成功大学时期7点助我能立大愿而亲口吃常素8点助我有勇气能为国家多效劳数年而成为荣民9点助我有勇气进入教育界当教师兴国高中历史与公民科教师10点助我能发愿学做讲师综合成全班及体会班讲师11点助我能设佛堂当坛主而度有缘人12点助我肯帮助年长农民而做小组长13点助我发大心度了几位老农民长关及有缘人14点助我能布施做利益他人的事道场寺庙与电视弘法劝善杂志15点助我成为众志爱心会的会员神源山庄义和圣堂16点助我度过中年危机因职业病而失健康失业失名誉失财富失幸福感失人生享受而读厌世17点助我遇困境时心中仍有修道好友的支持与佛光普照18点助我能淡泊名利虽失去名誉至于难堪仍不放弃接近佛堂善知识与经典19点助我愿意为道路发展而接受训练学习网页制作架设网站4服系网络直播21点助我肯为道场法会活动录影录音及管理网站档案22点助我发心设立1冠道数位图书馆网站提供法宝交流服务23点助我肯为道路发展而花钱买电脑设备与升级学习23点助我有信心能考上宗教学研究所24点助我在论文口试遇困难时不放弃而终于完成进修的心愿25点助我在失业时期仍能对人生抱持希望26点助我在家母需要亲人照料17能勇于承担责任27点助我对人生能有健康的心态而不放弃自己18点助我事业不顺时期仍能3加修办道行列29点助我有勇气3加有意义的道场活动30点助我心存希望又有愿景要为将来念博士班而做准备31点助我有机会到国外开荒持救旅行心愿32点助我有心有机会就帮助冠道设立的学院研究所33点助我乐意为讲师们找渡人的文章及制作
光碟片分享34点。祝我发愿录制完成了6组含金竹字念光碟国语版及台语版35点。祝我乐意制作武民之学相关资料库，帮助有缘人学习及提供讲师参考资源。36点。祝我有灵感构想1灌到网络大学的相关院系课程，为将来道路全球化发展尽一份心力。37点。祝我随遇而安，衣食自然就好。38点。祝我对人生不如意事能泰然处之。39点。祝我福至心灵能学到照顾自己的知识，以葡萄钱防误餐伤肠胃与肝功能，以喉咙药防感冒病毒感染。40点。祝我以道物为重而能减少性欲。41点。祝我有你乐祥和大家庭的幸福安全感觉。42点。祝我处市场网光一面来享。43点。祝我在被电话诈骗时有贵人出现守住善财。44点。祝我有重病时遇到名医治好胆囊肿瘤与人道功能。45点。祝我发展热心公益的性格。46点。祝我遇到仙佛与天域名师明智讲师启迪心灵点亮心灯。47点。祝我人生遇到好伴侣帮助道路增加人生的价值。48点。祝我人生心灵不孤单。49点。祝我对生死大事真相有了解而不恐慌，坚信修道道心归空时会身软如棉。50点。祝我见证1灌道道真理真天域真仙佛真因果报应真而不断的学习。51点。祝我从国内外道路的发展而坚信得到多助。52点。祝我肯定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天助自助者。53点。祝我常向道度有缘人及亲属求道，有助培养善念及积德。54点。祝我发心制作了介绍大道场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的影音光碟给周遭的朋友及网络的网友们。55点。祝我愿意学习日文及梵文、越南文等，以备将来道路发展之需。56点。拨苦与乐，给受苦的人得到内心的温暖而继续人生的正途。57点。帮助单亲家庭能有到亲门的关怀与扶助，而加入祥和喜乐的米乐家园。58点。到亲门共善业，施舍棺木给贫苦无依的独居老人，因而感动村民都来求医。灌到59点。高雄县马下乡山区的佛堂在风雨土石流中能安然无恙，而感动村长，号召村民都来求医。灌到60点。帮助很多家庭亲子共同读经，甚至祖孙共学而延续往生的学。61点。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再扎根与巩固。62点。积极推广读经运动，内容涵摄世界各民族优良文化，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暗示开太平的心愿63点，协助有抽烟或骂3字经5字经的人改除不良嗜好与习性，而戒烟及不再说出恶语64点，转化狂者做圣业，让心性刚强不群的人能学到孝顺法贤而帮办道务，甚至当了点传师65点，改变道上的兄弟弃恶从良，而加入行善的义举，踏上人生的正途，也帮助了社会的治安66点，不放弃受刑人而以监狱看守所关护所的弘法行动，导正人心，提供光明的人生康庄大道67点，帮助因果病患者挽回幸运而转化全家成为道化家庭，立大愿亲口设佛堂做讲师来为一贯道做见证68点，三曹普渡，除了渡人以外，还有超度祖先及祭天神明、忠臣烈士修行人的英灵，显现道尊德惠其一。贯道的殊胜69点，让很多家庭能够3代甚至更多代同修一贯道，实践3纲伦常4为8德，守5戒行10善70点，让很多道亲愿意亲口设佛堂读经研经办道，甚至到国外开荒，肯吃苦受苦寒或入暑之苦，舟车飞机劳累之苦71点，让很多人发大愿要将大道普传万国9州，起为早日实现世界大同而努力不懈。72点，道务发展促成全球一家，共同推广孝道及百孝经，促进文化交流及做好国民外交，进而提升文化素养及心灵涵养。73点，让世人有共善业一展长才行善，积德报福增慧的大舞台及找到终生奉献的祭坛。74点，让世界有缘人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共创祥和喜乐的弥勒大家园。75点，在世界各地展开救助灾难扶助贫困的活动。76点，以电脑网络高科技弘扬真理大道，让更多有缘人早日蒙受天恩师德。77点，以创办研修学院研究所来推广高等教育，从事经典深研心灵深耕而促进学术水平，领导世界文化。78点，让世人从事修己以安人的修行事业，道传将近100个国家，道务的宏展培育了更多讲师及多国语文人才，促进学术及文化交流。79点，让知识分子愿意加入修办道的行列，使学界人士已加入一贯道一起学习及推广道务内容。80点，从事社会公益救济工作及心灵成长研习读经等活动，让国家元首肯定一贯道的价值与贡献。81点，让政府官员乐意协助一贯道举办净化人心讲座及读经活动，推广到学校及社区。82点，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场面庄严隆重，国
家元首、副元首及高层官员莅临关心，让媒体恶意报道加以肯定，称赞83点举办和平护国文化兴国的祭天祈福大典，礼仪庄重，现场竞速秩序井然，展现中华文化高水准素养。我得各国高层人士肯定与赞扬。84点称上所述，获得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邀请到当地举办两岸4的同步读经会考及电视转播，也举办祭孔及祭天等活动。85点促进各大宗交同心，为就事利益人心而和谐共处，奉献心力。86点促进海峡两岸道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进行。87点让很多有志弘扬中华文化的道亲到中国大陆协助推广读经运动。88点让很多道亲人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广结善缘及协助灾后复建建立学校与心灵咨商等活动。89点让大企业家乐意赞助一贯道的慈善公益活动，进山径、海滩环境维护及心灵环保活动。90点得到长荣集团张荣发总裁的认同与赞助，并且发愿在其空运海运公司所到之国设立一贯道佛堂救度有缘人，更在日本大海啸之后捐巨款援助。91点称上所述，大企业家参与修办道行列，并且发行道德杂志，推广净化人心、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的大工程。92点能让教育界高学历的道亲愿意为一贯道的学术发展做规划，一起为三草普渡奉献心力。93点称上所述，让身学子3家读经活动及读经评鉴活动，为文化救国及兴国贡献一份力量，帮助青少年做状元，创造成就感及光荣。14点能让修道家庭的教师道亲为道场活动策划及做讲师，弘扬大道真理。15点称上所述，道亲自地乐意参加道场心理成长营及寒暑假的营队活动，或是做义工，有助发展伟大心灵及真善美圣的人格。16点能让道场的前贤长者愿意参加经典研究及成人读经，并且勇于参加读经评鉴会，做了大状元，为自己创造殊荣及写下光荣历史。97点称上所述，一贯道道亲加入社区大学学习行列而度化有缘人，一起为弘扬孔孟圣道，促进世界大同而努力。98点让很多道亲长者乐意做环保资源回收工作及制作塑料食品，来为道场广开财源，在本磨辛苦也不以为苦，精神志铁感人
99点很多道亲前贤三家到亲家属的告别式，现场仪式庄重道气感人，道亲的道情、致敬与团结的表现，让更多人肯定一贯道的殊胜及加入修办道行。列100.1贯道总会举办的感恩与追思祖师师尊师母活动及精彩100活动，弘扬孝道并推广百孝经及仙佛圣训于全世界，道传已将近100国，更多的见证或是多国语文版本，欢迎用电子邮件传送给后学。Mail, youtube.university.gmail.com 2011 ad. 电脑软体注音与作者注音比较。以贯道摆好见证文稿为例，贯道摆好见证1.1，贯道助我走出有价值的人生，2点助我增加智慧扩宽心量与他亮心眼，3点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吃素，4点助我心性增加光明而能度过头晕又成解1落千丈的身心痛苦时期，台南一中时期，5点助我有勇气，3